好，我哋咁多位師兄師弟師妹出場之後咧，嚟到我哋元祖級大師兄登場啦，一齊睇下我哋嘅熒光幕先。第一屆全民造星，有請 Mirror， 包括有 Lockman、AK、姜濤、Stanley、Frankie、Jeremy、Tiger、Anson Lo、Eden、Ian， 有，仲有阿 Jer 以及係 Elton。哇！好難得，好開心啊！我哋齊集晒12字，好，可以稍為過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係 Mirror。哇！呢個畫面都好難得啊，因為 Mirror 嘅成員咧，大家都各有各忙啦，有唔同嘅組合啦，大家都好忙嘅發展啦。可唔可以每位都講下，由參加造星入咗行到今日啦，即係過咗7、8年，對你嘅改變，你覺得自己最大嘅改變係啲咩？好 ，Anson Lo。我覺得自己最大嘅改變係可以正式咁樣進入呢個跳唱嘅一條路啦，係啦，因為我哋尤其是我哋 Mirror 大多數嘅歌曲啊、表演啊都係用跳唱嚟行啦，咁所以行住跳唱呢條路有大家嘅支持，尤其是有在場所有嘅 fans， 跟住同埋所有喺屋企而家都仲支持緊我哋嘅任何 Mirror 啦，咁都係一個係咯，係出道之前冇諗過會有嘅嘢咯，咁所以係咯，每一日都好感激佢哋咯。係得到一班 fans 嘅支持啊！好，跟住咧就係 Anson Lo。哇！好多謝大家對我12月嘅演唱會 Kingdom 嘅支持啦。咁4場12月6號至9號4場就 sold out 啦，多謝你哋啦，多謝各位觀眾支持啦。咁而家正式宣布終極加場，係啦。咁所以大家踴躍支持啦 ，thank you， 多謝咁多位，多謝公司，多謝公司，終極加場啊！希望大家撲到飛啊！嗱，造星咧就好似種子一樣啦，就7年時間嘅種下啦，有我哋12位咁多位嘅付出同埋汗水啦，令到 Mirror 可以茁壯成長啊！嚟緊咧，我哋造星6嘅參賽者都會隆重登場啦，咁希望各位師兄們都睇住佢哋，照顧住佢哋。因為 Mirror 嘅出現，其實成為咗個榜樣啦，令到更加多嘅人咧係夠膽鼓起勇氣去參與造星我哋節目，去改變佢哋人生啊！咁啊，接住落嚟咧，其實我哋都未停過，今日呢個活動咧好長嘅，因為仲有好多重磅嘅消息同埋禮物咧俾我哋現場朋友。接住落嚟，一齊睇下我哋熒光幕有啲咩 Mirror 嘅禮物送俾大家先。好，跟住落嚟，我哋再睇下第2份禮物先。好。好，咁我哋睇下一位。Hello，我哋有書記啊！我哋呢一隊嘅書記。書記。我負責幫大家影相㗎咋。OK。書記。好，緊接落嚟啦，打完波仲有啲咩活動咧？一齊睇下熒光幕先。衝出香港啊！交俾阿 Lo 啦。好榮幸啦！我哋 Mirror 成隊將會喺11月28號上出席 Mama 頒獎典禮嘅表演。好感謝，好感謝。我哋可以拍埋少少，係啊！我請咁多位 Mirror 成員。OK。亦都好感動啊！見到 Mirror 咧可以登上呢個國際嘅大舞台。最後一個重磅消息，一齊留意。
再次多謝 Mirror，thank you。好，有請 Mirror 咧可以先休息一陣先啊。好，呢個時候咧係大合照嘅環節啊！咁多位咧可以稍為企後少少啊！我哋後邊嘅朋友可以企上一級。係，今日真係人強馬壯，集合晒所有嘅師兄師弟，仲有好多驚喜啦、開心同埋感動嘅回憶啊！再次多謝晒我哋全民造星 family 嘅所有分享 ，thank you。好，我哋一齊咧再望望正前方先啊 ！All right。再次多謝晒今日出席我哋全民造星 family 嘅記者會 ，thank you。希望勾起大家所有熱血嘅回憶，亦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全民造星嘅節目。再次多謝咁多位藝人、咁多位 fans、咁多位媒體朋友嘅蒞臨。